大毛顺利考证，刚才考证，顺利考证，考证，平平考证，是不是？啊，平平考证，好好笑哦！啊，伊来无出声，平平考证，有啦，平平我拍拍挥挥手。所以恁的迄个当工会是一个月一遍是无？还是讲这边的特殊？古早还未可能停的时阵，基本上是一个月一摆啦。哦。啊，可能停了，就是因为咱也无啥物较重要爱变化的物件，所以了就有当时2个月，有当时看需要才开啦吼。但是最近就是要大家要积极来讲这教会这，所以即马就逐礼拜小可讲者，小可讲者安尼，甲这是小组啦，毋是同工会啦，嘿。哦。对，嗯。无两所以样好这礼拜三。对，过来拜三嘿。这边考证，无两样考证。这边。大家搞早，平安。搞早。差不多啊吧。时间差不多啊吼，咱把咱的声关起来吼，咱要请主劝来带咱祈祷，然后要开始做礼拜吼。各位兄弟平安。平安。咱过来伫这个网络中来领受主耶稣基督的祝，也来到伊的殿宇领受伊的恩典。主啊，阮伫2020，阮人甲人已经有6尺的距离，无用中来兄弟变成有6尺的距离。伫这个21年，21，就是讲，共款的20就是恶灵已经离开了。即马21虽然是恶意，但是会当医。愿主就来领导阮，来救赎阮，因为阮在阮的生命中上大的福分就是耶稣来听阮。阮也知阮生命中上大的愿望就是耶稣会当救阮，会当救阮脱离这个 COVID-19 的威胁，脱离罪恶的权势。入阮的心中，求主来保守阮，一日任何所在，主拢甲阮伫，会当平安。反正感恩是奉主耶稣名求，阿门。阿门。走甲。
款人的囝，你就将阳光开来归予耶和华，归予耶和华，就将耶和华的名所应该得到的阳光归予伊，用圣洁的砖塔敬拜耶和华。来吟诗学乐，圣诗257首，心目五字坚固，圣诗257首，押吟全首。257首，心目五字坚固。就是咱要来用新的界面来信用告别。你着真心、真诚、真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一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佛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界面互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这是咱要来启用。我来读，请会众来启。启用文35，启用文35也是以赛亚书55篇。今仔恁喙大个，就来就近水；也无钱的，恁就来买来食。来啊！毋免银，毋免价钱。来买酒甲呢？恁请事开费钱，买迄个
未食得的物，啥事着我伫迄个袂互人食饱的啊？恁着留心听我，就会食迄个好物。得着享受优质，互心欢喜。着趁耶和华通找着的时来找伊，伫伊三军的时求叫伊，歹人着离开伊的道路，不义的人着改换伊的念头。归向耶和华，伊要怜悯伊。归向咱的上帝，因为伊要骗行赦免。耶和华讲：我的念头毋是恁的念头，恁的路毋是我的路，因为天怎样较悬地，安尼我的路较悬恁的路。我的念头较悬恁的念头。因为亲像雨甲雪对天降落，也无过倒转，就是润泽土地，互地上富个结实，互野种的有种子。互食个有米粮。我的嘴所讲出的话，也要安尼。我断无空转来我遮，是要成我所欢喜的，要互我所找伊做的事得到亨通。恁出去要欢欢喜喜，得到引带平平安安。大山小山要伫你的面前出声唱歌，田野的树木拢要搭手，上壁来发声来替口气。讲念树发声来替支离，这是要做耶和华的名的力量。做永远的证据，袂为剪除。这是咱要来恭托上帝的话，记载伫《使徒行传》第19章第1节到第7节，《使徒行传》第19章第1节到第7节。阿波罗伫哥林多的时，保罗经过顶世的地方到以弗所，对着国外的学生问因讲：恁信的时，捌受到圣神无？因讲：连有圣神的手势也无，阮也袂捌听见。讲安尼，就恁受洗来归伫啥物啊？因就讲约翰的洗礼。保罗讲，约翰行反悔洗礼，甲百姓讲着对煞尾以来的，就是耶稣。这几个人听见，就受洗归伫主耶稣的名。保罗甲因换手，圣神就到伫因随时讲这的腔口，甲先知的话。共约略12人，来读现代中文译本。阿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旅行经过内陆的地区，来到以弗所，在那里他遇见一些门徒，就问他们：你们信主的时候有没有领受圣灵？他们回答：我们从来没有听过有圣灵这回事。保罗又问：那么你们受的是什么洗礼呢？他们回答：是约翰的洗礼。保罗说：约翰的洗礼是为那些悔改了的人行的。他告诉以色列人民要信在他以后来的那一位，就是耶稣。
他们一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领受洗礼。保罗为他们按手，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讲灵语，又宣讲上帝的信息。他们一共约有12个人。以上上帝所比咱所读伊所启示的话，就是咱要听牧师来祈祷。伊今日带来的信息是圣灵的洗礼。咱做伙来祈祷。听头阮的天父，阮感谢你，阮会通搁自集伫你的面前。阮透过网络，虽然阮无坐斗阵，但是阮的心同一齐，伫遮来学乐，献上感谢来敬拜你。阮所行去的美国，一日拢有超过20几万人来染病。阮恳求你的怜悯，全世界会染病人的人数也真悬，需要主你的恩典甲阮三个地地，特别是伫寒冷的冬天的中间，这个疫情搁较严重，阮求主你怜悯这个土地遮的人，互阮会通透过疫苗的注射特别透过国人对这个防疫的观念，会当带喙暗来洗手、来消毒、来减少染病的人数，互阮紧紧会通度过这个疫情会所带互阮的无方便甲破病甲死亡。祝阮搁一摆伫你的面前来献上祈祷，求主你来保守伫即个礼拜中间真正是有寒冷的天气来到伫阮中间，特别是伫亚洲无论伫韩国、日本、中国，也是伫台湾拢真低的温度，也有侪人因为寒冷所引起的病来丧失因的性命。阮恳求主你的怜悯也喜乐，甲遮的百姓三甲地地，也互因来通得到主你的看顾甲保守。阮搁一摆伫你的面前自集，阮恳求主你的圣神甲阮三甲地地，亲像你今仔日借着保罗所甲遮的文道所讲的，阮所领受的是圣神伫新的生命顶悬的改变。求主你来帮助阮，也将阮教会头前的路强强摆咧伫你的手中，主你亲自来带领，阮献上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做伙来用主教是咱的祈祷文来祈祷。阮伫天父的爸，愿意的名是，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如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伫试，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好，咱今仔日要来讲洗礼啦，吼。今仔日会去讲洗礼的原因，是因为伫教会历的中间，今仔日是咧纪念耶稣受洗的日子。咱会记得，主显节1月初6的时阵，咱所咧讲的耶稣。受洗日子嘛是，咱咧讲差不多迄一天安尼啦吼。主世间人显然有2个角度来看，一个角度就是咱前礼拜咧讲福音遮个东方的博士来启示就是讲外邦啦吼，福音的救恩来外邦来启示。另外一个就是耶稣受洗日，是安怎耶稣的受洗日会叫做主显节？伫1月初6的这个devotion内底，牧师有小可会讲到吼，就是讲当耶稣洗礼了后，天开圣神亲像井降临伫伊的身上，然后有声音讲：“这是我所疼的囝。”吼，这就是
咱咧讲上帝借着圣神正式介绍耶稣予世间人，所以咱要来今仔日对洗礼角度来去思考啦吼。咱若去看整个的圣经吼，所有的洗礼拢是对约翰的洗礼开始。伫旧约无洗礼这两字啦吼，无洗礼这两字，所以咱要来看的是讲，借着今仔日的经文伫《使徒行传》19章这段的经文，咱看见阿波罗所咧传的福音，甲保罗有淡薄会无共款。啊，到底有啥物无共款？其实上大的无共，就是伫洗礼顶悬吼。啊，这真有可能就是造成保罗甲阿波罗，也是讲哥林多教会分裂的一个原因之一啦吼。伫哥林多前书第3章第4节到第5节，咱看见保罗安尼讲，伊讲有人讲吼，我是属保罗的，也有人讲我是属阿波罗的，也有人讲我甲恁无共款吼。啊，保罗伫遐咧讲阿波罗算啥物货？保罗算啥物货？只不过是上帝的执事尔尔，吼，是教主所赏赐因逐人的来引带恁相信。所以保罗伫即个所在咧解决哥林多教会的分裂的问题，吼，伫遐分党结派的问题。啊，咱会通对遮来看见讲，阿波罗所咧传的甲保罗所咧传的，真正有无共款，所以因各有军队的人甲因相甲伫咧。这也是今仔日咱伫使徒行传19章所看见，有12个人听见保罗所传的话了后，因就来军队保罗的咧传的这个圣神的洗礼啊，圣神的洗礼。啊，咱去看到讲，伫使徒行传，咱伫进前咧讲到毕基拉甲阿古拉即对夫妇，因甲保罗相甲大了后，因去听到阿波罗咧讲解圣经咧讲道，即中间，因可能感觉讲，伊讲了有小可无对当吼，所以因就甲伊接去因兜，然后甲因解说。更较详细吼，更较详细。解说啥物货圣经无甲咱讲，但是咱大概知影阿波罗甲保罗咧讲的信息，即中间上大的差别，就是伫洗礼即个顶悬啦吼。所以咱会通看见讲，毕基拉甲阿古拉基本上受到保罗的影响真深，然后因会通成做保罗的同工来甲阿波罗讲解。伊所无了解，也是讲无熟悉的即个部分，所以咱伫今仔日的经文看到阿波罗所传的约翰的洗，甲保罗所传的圣神的洗，咱会对一寡的角度来较完整了解，到底洗礼是啥物货吼？到底传约翰的洗有啥物毋对啦？是讲有啥物问题吼？是安那保罗爱真清楚咧讲。爱有圣神的洗，这是毋是保罗家己即个创造的一个理论？其实毋是吼，含洗礼约翰家己就讲甲真清楚吼。咱一个来思考啦吼。对啊，牧师伊小可讲着吼，圣经记载洗礼是对即个洗礼约翰才有开始吼。伫旧约拢无讲着洗礼的代志吼。旧约。无讲 baptize 的即个字啦吼，洗礼即个字，但是有咧讲到洁净的观念吼，洁净的观念，咱小可对即个旧约咧讲即个洁净的观念来去看，有几个角度。第一个角度当然就是咱咧讲的祭司的传统，咱会对出来记29章第4节开始就看到。伫祭司要去服侍，要去圣殿服侍进前，因必须爱来清洗家己，所以爱洁净吼。出来其实有几个所在拢有记载，甲伫即个申命记、利未记内底拢有吼，拢有咧讲到即个因爱
清起因家己，然后才去服侍上帝。伫出埃及记30章17节到21节，牧师来读吼，咱听就好啊吼。耶和华甲摩西讲，你着爱用铜做洗涤的盆甲盆座，安尼来洗清气。互即个盆放伫会幕较大的中间，伫盆内底放水。阿伦甲伊的囝着爱伫即个盆内底洗骹洗手因进会幕的时阵，就近单前供职的耶和华献火祭的时阵，嘛着爱用即个水来洗，免得死亡。因着洗手洗骹，免得死亡。这要做阿伦甲伊的后代世世代代的定例。所以咱会当看见讲，伫摩西制定的即个礼仪的中间，祭司要去服侍上帝，因必须先洁净家己。迄洁净的意思就是讲，哪亲像即个普通的生活，互咱目拉散，所以咱着爱洁净，然后进入伫上帝的殿。这个观念对倒位来？其实对开始摩西第一摆去看到上帝迄个咧烧的刺皮的时阵，上帝讲：你烫你的骹的鞋因为你所搭的地是圣的。这个观念伫摩西甲以色列人的心内是真重要，所以要进入上帝的所在，必须爱洁净。这个渐渐成做一个无共款的宗教的观念礼仪，咱咧讲的诚信，就是讲你要安怎去亲近称作圣的上帝。圣神、圣父、圣囝，咱咧讲即个部分所以咱必须爱去清气家己，然后诚信所以家己清气是一个诚信的一个必须爱经过的动作啦所以对旧约的洁净，到保罗所咧讲的诚信，其实对主动已经变做被动，这已经无共款啦这中间上大的差别，咱连伊会佫解说，就是圣神的救恩头前是你爱洁净，也是讲咱咧讲认罪啦认罪。所以你若有机会去迄个天主教堂入去伊就有一个迄个告解室你着爱去遐告解你若伤久无来告解，师傅着来问讲你昨仔走去倒位你着爱伫遐来认家己的罪这是一种的。咱讲的清气家己的做法做法。好，另外一种的洁净是啥物货？一种的洗身躯啦这甲太高病有关系以前的太高病无有医药通好医的时阵，因甲定做一个法定的传染病即个皮肤病，所以若着太高病的人，拢着爱去用赶出去伫城外伫某一个区域，伫迄个所在。来隔离，然后当你若感觉讲你的太高病已经好的时阵，你着爱去互祭司来检查，祭司会要求你去洗身这叫做洁净礼。伫利未记14章第8节到第9节的遮所记载，伊讲求洁净的人着爱洗衫、剃头毛，佮用水洗身躯，然后伊就洁净就通好进营就是进入伊迄个犹太人是以色列人的即个社群内底所以只要家己伫帐篷外口待7天，第7天就甲头壳顶所有的头毛、喙手毛，并全身躯的毛拢剃掉，佮爱洗衫、洗身躯，伊就洁净这是利未记14章所咧记载。甲即个太高病有关系因有即种的洁净的礼。过来对救恩的角度来看太高病的洁净礼是针对犹太人，但是对外邦人呢，因都无安尼的记载但是咱会当对列王记下卷的记载看到外邦叙利亚的将军乃曼，伊去找伊
先知的时阵，先知甲伊讲，你着去即个河内底吼来洗身，然后洗7摆。哦，伊拄开始搁足受气的，伊无要接受呢吼。嘿，伊讲阮的河敢无比恁的约旦河较清气较好吗？结果伊到尾也接受了，真勉强接受。但是啊，照先知所讲的，洗7摆了后，伊就得到医治吼。这是一个救恩啦吼，伊咧预表救恩。过来咱要进入来思考约翰的洗到底有啥物问题？咱可能有真侪人会讲足奇怪，耶稣嘛受约翰的洗礼啊，是安怎约翰的洗有问题啦吼？咱若注意转来看今仔日的经文，去12个人，当保罗甲问讲，恁所是几个即个信是啥物货？因讲阮是归伫约翰的洗礼，哦，是归伫约翰的洗礼，即句话就有问题啊！约翰伊是为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做准备，约翰毋是迄个施了救恩的人，所以咱的洗礼毋是要归伫约翰的洗，毋是要归伫阿波罗。嘛，毋是要归伫保罗，咱所要归的是迄个救恩的洗礼，是咱讲的圣神的洗礼。所以咱咧看伫毕基拉甲阿古拉即对夫妇去指导阿波罗的真重要的影响，就是即个圣神的洗礼，甲伊所咧传的约翰的洗礼有足大的无共款。洗礼约翰的洗礼，伊是伫即个约旦河的边仔，互咱直接想到咱拄则牧师所讲的，伫旧约的中间，即个乃曼将军的太过病，伊即个是一个洁净的礼，是一个洁净的礼，是一种的医治。虽然是伫遐来得到医治、得到拯救，但是即个医治并毋是对上帝所赏赐迄个弥赛亚、迄个基督来。这是有差别的。约翰的洗礼是伫约旦河内底，是借着水。咱若亲像祭司要进入圣殿服侍了后，伊每一摆要进入，就要洗一摆身躯。相款咱看到历代志下第5章11节到14节，第1个献堂的礼拜中间，所有的祭司拢爱家己清气，因伫遐无分班别，做伙伫遐服侍。所以咱会当看伊讲，即个约翰的洗礼，毋是救恩的洗礼，是一种认罪的洗礼，是你每一摆要去进入去见上帝的时阵，你着搁爱洗一摆。所以严格来讲，即种的洗礼较是伫外表上的，伫身体上的，必须爱一摆搁一摆重复来执行的礼。这毋是救恩。咱若有机会去看希伯来书咧讲着大祭司，伊的献祭是一摆就成就啊吼。所以咱咧看见犹太人的献祭，因望透过献祭来洁净，透过献祭来亲近，透过祭司来献家己即个罪的即个祭咱讲赎罪祭。透过牺牲品，比如讲精生啦、农产品啦、菜色啦，迄个代表讲，我愿意放弃我所拥有的，我要来牺牲，望会通得到上帝赦免甲祝福。有即层的意思伫迄个所在，所以这毋是迄个救恩。拄则牧师咧讲着，即个性别甲正性。对主动到被动，救恩已经到被动。迄个被动的意思是讲，毋是我做啥物货，所以我会当得救，是因为上帝疼我，互我救恩，才互我得救。这是无共款的咱咧讲的洗礼意义伫迄个所在。根据约翰伫约旦河的旷野的所在，伊所咧讲天国君啊，恁应该着爱悔改。所以真清楚，伊咧传的是悔改的洗礼。今仔日的经文也讲啊真清楚吼。
约翰看见法利赛人甲撒都该人伫迄个所在时阵，伊讲毒蛇的类啊，是随指示恁来闪避将来的受气咧。恁着爱结出好的果子来，甲恁悔改的心相拄称。毋通家己心内咧讲，我是亚伯拉罕有做阮的祖先。伊讲我甲恁讲，上帝当对石头的中间为着亚伯拉罕兴起子孙啦吼。伊讲现在宝头已经放伫树头顶悬，无结好果子的树就要斩落来，等于火内底。注意甲看，等伫火里内底，伫约翰的洗礼后壁，伊有讲着真重要的话，讲伫我后壁来比我搁较大，将来要用圣神甲火来甲恁洗礼。即个火就是伊所咧讲迄个意思，咱念伊会搁解说吼。约翰的洗礼基本上是一个悔改的洗礼尔定，是一个赎罪祭，这甲圣神的洗是有无同款的，是有无同款的。咱要来思考是，伫约翰的宣告啦吼，约翰咧甲遮的犹太人、甲法利赛人、甲即个撒都该人咧行洗礼的时阵，伊安尼讲，伊讲我是用水甲恁行洗礼。叫恁悔改，但是迄比我后壁来的溃烂表较大，我就是家己摕鞋也不配。伊要用圣神甲火甲恁行洗礼，吼，咱注意甲看，用圣神甲火甲恁行洗礼。伊手内摕棍枝要清起伊的场，将麦仔收伫仓里，将糠用不灭的火来烧了，吼。上第的洗礼，圣神的洗礼，约翰家己已经甲洗礼分做两个阶段，已经足清楚啊。伊的洗礼是用水的洗礼，是一个认罪的悔改；用咱现代的话来讲，是一个决志的洗礼。伊迄毋是一个得救的洗礼。咱还未伫约翰的洗礼，还未进入伫迄个得救的阶段，这是无共款的。耶稣受洗了后，有圣神亲像钱仔降落。圣神咱用火来形容，伫使徒行传第2章，亲像火的子，嘛用钱仔来代表，所以当耶稣受洗了后，迄个洗礼的质就已经改变啦，牧师若咧行洗礼时，就是讲我用水甲你行洗礼，是。代表主甲圣神来甲你行洗礼，来改变咱的生命。伫约翰的话内底讲，伫我以后来是咧指基督，但是当约翰咧讲即句话时阵，伊也毋知影耶稣就是基督。注意听吼，倒转来看吼，拄则约翰所咧讲的话伫即个所在，伫马太福音第3章。到伫第11章的时阵，伊还佫找伊的学生，伊就伫监内底找伊的学生去问耶稣讲：，迄要来就是你吗？还是阮着佫爱听候别人？即个甲咱讲，伊确信有一个基督会来，即个基督是要用圣神、用火来共行洗礼。但是即个基督到底是甚物人，伊无解确定，但是已经知影。基督是伊咧准备道路的，基督是将来的救恩，基督的死要来代替伊的死，要来代替伊的死，这是约翰真清楚表达出来的物件。伫约翰所讲的话内底，将来迄个要用圣神来甲恁行洗礼，代表上帝的临在。伫马可福音第1章第9节、第10节甲11节这个所在讲讲。过无偌久，耶稣对加利利的拿撒勒来，约翰就伫约旦河为着伊行洗礼。耶稣就对水起来，就看见天开，圣神亲像钱仔降伫伊的身上，有声传落来讲：“你是我亲爱的囝，我所欢喜的。”这个是咱咧讲的洗礼的变质，也是讲洗礼的确定，就是一个圣神的洗礼。就是耶稣基督所要施落的救恩，这毋是洗礼约翰伊有才调想述互咱的，
是透过伊的陪伴，互咱进入伫耶稣基督的洗礼。耶稣基督接受伊的洗礼，伊讲着照例来行。迄个重要性是咧讲着，伊要将旧约的礼来升格，变做一个上帝借着耶稣基督互咱的救恩，就是讲无搁再停留伫迄个旧约迄个悔改尔定，是要亲自借着耶稣基督亲自施乐咱的救恩。圣神代表上帝的临在，代表上帝的权能。诗篇29篇的经文也安尼甲咱讲，耶和华要做王，要直到永远。咧讲着上帝的权能。换一句话来讲，就是讲透过圣神的洗，人要接受上帝的同在，上帝的权能来降临伫咱的身上，并且咱会通对安尼来接受着迄个新的生命，新的生命。然后约翰也讲着火，咧指着耶稣基督审判的权柄。亲像马太福音25章讲着幕后的审判，要分做绵羊啊。伫今仔日的经文讲，马啊，伫以及即个山羊咱咧讲迄个坑啊，要即个来甲伊烧掉这是伫约翰所咧讲的部分啦过来进入伫迄个圣神的洗到底是啥物货啦圣神的洗是上帝所赏赐咱一个新的心。伫以西结书36章26节到27节，安尼讲，我要赏赐恁一个新的心，将新的灵放伫恁的内面。圣神的洗就是上帝将伊的灵放伫咱的内面，互咱的肉体除掉即个石头的心，得到一个肉心，就是软的，必要改换。27节佢讲，我将我的灵放伫恁的内面，互恁来顺服我的律例，遵行我的典章。所以上帝借着迄个圣神，互咱换一个心，无搁再硬心，会通愿意照上帝的诫命来行，无搁再行家己的路。有真济的人拢照家己的方法在行。过来是新的约，耶利米书31章33节，耶和华讲：遐日子以后，我甲以色列的家所立的约就是安尼。我要将我的律法藏伫因的内底，写伫因的心内底。我要做因的上帝，因要做我的百姓。伊逐人无搁再假使家己的厝边，甲家己的兄弟讲。恁着爱认耶和华，认捌耶和华伊讲我要赦免因的罪，无搁纪念因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讲的。所以这是一个新约，人甲上帝要借着圣神来建立新约。望这个圣神的洗会通改变咱，无搁再伫迄个旧的约内底。受到律法甲审判的捆绑，这个是圣神的洗足无共款的所在。第三个是新的生命，有圣神的洗了后，就要赏赐咱有一个新的生命。有受割礼无受割礼的人拢无要紧，要紧的是做一个新创造的人。加拉太书第6章15节的经文，所以咱要安怎伫圣神的内底来成做一个新生命的人，是咱所要追求的一个圣神的洗，耶稣所赏赐予咱的。哥林多后书5章17节，安尼甲咱讲真清楚。若有人伫基督内面，伊就是一个新创造的人，旧的已经拢过去。拢变成做新的。咱需要伫耶稣的洗内底，咱无要归伫阿波罗，也无要归伫约翰，也无要归伫保罗，
咱爱跪伫耶稣基督圣神的洗，互咱得到新的活命，互咱得到一个新的约。甲对伫即个新的约，咱通好来领受主的救恩。咱毋是要对伫某一个真有名的牧者、讲道者，咱是要对伫伊所传的迄个救恩圣神的改变。拄则主敬咧带领咱的祈祷中间有咧讲着讲2020已经过去啊，等下已经2021，这是一个新的开始，对咱来讲是一个新的愿望。咱嘛愿望借着耶稣基督圣神甲咱同在，互咱伫旧的中间所拄着的困难、艰难，甚至是死亡，拢离开咱，互咱会当领受一个新的生命。咱做来祈祷，听阮的天父，感谢你的恩典，互阮透过对洗礼更新的了解，互阮知主这个洗礼毋是倒一个牧师互阮的洗礼，毋是约翰互阮的洗礼，毋是阿波罗所传的，也毋是保罗伊的神学，是主耶稣基督你的囝，你所享受的救恩，降临伫阮的中间，所享受圣神的洗，要改换阮的生命，成做新的，透过新的约，改换阮的心，互阮无搁再硬心，互阮会通来顺探你的典章，你的律法。主，阮将这个世界搁一摆交托伫你的手中，将阮家己交托伫你的手中，求主你亲自来保守，阮人无搁再自我，无搁再想阮家己爱什么货，阮爱思想你所创造这个世界，你爱阮做什么货，阮爱来跟对你，阮来照你的旨意来自我保守，也来保守别人。阮感谢你的恩典，互阮对安尼的明白来决志，来对你骹步来行。阮搁一摆将阮的困难交托伫你手中，因为你的圣神要来改换这个世界，要来改换阮每一个人。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主敬无声。这是咱过来吟诗学乐回应上帝对咱的听，圣诗110首，爱听的时。是了，等下。
咱要来奉献来上帝对咱的祝福。请来吟诗306首第4节。请咱同心合来祈祷。主啊，阮真欢喜来到你的面前，伫你内面，阮每一日拢是新的人。我要满就你的宝血做衫来穿，阮的罪得到主的赦免。阮对心内有平安，有主的祝福。我们将早日留予黑暗。伫清早起时，我们要思想主的话。我们将今日的烦恼甲挂虑来交托主，定心献上阮的身体甲灵魂。愿主用你的话、你的光来引带阮，救阮脱离这个死亡，救阮脱离死亡，互阮的脚步在我无着踏，互阮行伫你的光明中。主啊，阮每一日拢是你的祝福，旧的代志已经拢过去，拢是万事拢变作新的。我袂记你以后前的事，我们向前努力来跑走，来得到上帝伫基督耶稣对阮的赏赐。伫基督内，阮是日日换新的人。我也感谢，阮献出的担保，愿主你欢喜来接纳，用出拢是你的旨意。阮的感恩上主耶稣名求，阿门。阿门。这时，请牧师来报告甲具体关怀。好，咱共款听一寡有一位即个台湾的发展疫苗的医生咧讲啦伊讲无论即个病毒安怎变啦即个戴喙暗洗手也是上基本的即个做法啦虽然即个vaccine会甲咱帮忙但是嘛是爱搁照安尼做咱也为着即个美国政局稳定来祈祷为着亚洲真寒会来祈祷，也伫即两天伫台湾的东部，搁有大地震了后的余震，搁有4级的左右余震咱也为着这来祈祷为着教会未来发展小组要讨论的代志来祈祷，为着教会头前的路来祈祷好，共款咱因为禁止实体礼拜，所以咱用网络咱1月13就是拜三的暗时7点要来召开教会的未来发展的小组的会议请咱的同工小组的同工拨空来参加这个请向这个关心如果你若有趣味要来参加做伙讨论，你会甲牧师讲，牧师会甲这个会议的连结来互咱好，过来拜五暗的即个查经要看25章、26章即个保罗的开始要即个罗马的路程来行
咱这礼拜的主日下礼拜有19人吼，拜五早间有11个人，即礼拜放的750块，有特别为着这个十字架的维修奉献吼。好这后礼拜讲道的资料服侍就伫遮，请同工来准备吼，主敬。就是咱要来读即礼拜经句记载是伫诗篇29篇11节，请咱来读2摆。耶和华要收拾溃烂，互伊的百姓；耶和华要用平安祝福伊的百姓。耶和华要收拾溃烂，互伊的百姓；耶和华要用平安祝福伊的百姓。诗篇29篇11节，就是咱来吟刷尾遍的是上言510首，学了天顶主宰。第510首，学了临时线请牧师为咱祝祷。愿主的圣神甲咱三甲基地，将咱伫生活中所拄着的困难来刷开，互咱一个新的愿望，一个新的生命。愿主的平安甲咱三甲基地对即叠到永世代无尽。阿免。走甲灭岛。好，今仔礼拜到遮，我来甲这关起来，咱会当来分享开讲。